因为我本身拢讲台语啦，吼，所以我就用台语来教解。听无，无要紧，你就用看就好。还是讲我会国翻译，大家好，我叫阿翔，阮即摆是对婚姻来，叫做新来富的这个会所，阮合作的是一个精神障碍的一个机构，即摆阮即摆的作品的小解就是讲，因为阮认为讲创作是一个完整家己甲丰富家己的一个方式。所以其实阮就是透过做一件物件来熟悉无共款的人的内在，就是阮可能对外表会看会出来讲，阮有小可无共，但是迄个无共到底是啥物？阮希望透过创作来甲表现出来。即摆阮透过这个创作，阮咧做的主题就是，其实大家拢有做过，叫做自画像自画像自画像其实大家做过，可能都是画家己。但是即间阮画的物件较无共，就是阮画是一项物件，即项物件有可能是啥？即项物件有可能是伊随身会载伫身躯边的物件，即项物件嘛有可能是伊藏伫厝内，无咧使用，但是伊藏伫足重要位置的物件。即项物件通常拢甲伊有足深的关联。所以阮就透过即个物件，去甲阮的对象，进行一个合作。这个合作就是阮一开始先请因写一张批，互因的一个物件。你想要对伊讲啥物话？伊是伫啥物时阵拄着的？你有啥物感谢话想要对伊讲无？就是，所以你会看到遮个文字，遮个文字就是伊写互伊的迄张批。即张批写了，阮就画即项物件。所以其实就是透过去熟悉一项甲伊做有关系的物件，阮会使去了解到讲，无共款的人。其实毋是外表无共尔，是阮的心内，阮的心理，阮作为一个人，迄伊内在丰富甲差异，就是等下大家会使，遮有 QR code code 就是你扫描，你会使听到讲，伊用伊家己的声音去念伊的物件的即张批遮个文字，就是会使用搁较有感情，还是讲搁较有伊迄个人的特性的方式去熟悉讲，这个人伊介意的物件，还是讲在伊生活当中最重要的物件是对伊来讲是啥物啥物款的一回事下骹这是蓝色，蓝色就是讲哪拍就是伊真正因为头顶这款画甲有诶较无好画，所以你会使去对讲譬如讲这是一粒石头，这是一个凹豆，伊是原底是啥物款的模样，安尼这是我的小解，谢谢大家，